2022台南南西梅岭赏萤季的活动，将对这个礼拜六16号登场。市府观光旅游局日前结合南西区公所、加西拉雅国家风景区，伫市府来举办活动宣传的记者会。市长欢迎民众日时来看花、吃梅仔鸡，暗时来看萤火虫。非常欢迎！我们今年台南的赏萤季又开始了。我们传统的知道，历年的赏萤火虫季节都是在南溪的梅岭。那同时，我们南溪的这个梅子基业也好，或者是梅子的这个采梅，其实有很多梅子的相关加工品那都也事实上都可以看得到。那萤火虫都生长在非常比较相对干净的环境中，如果有环境中有污染，或是人类的过度的惊扰，萤火虫就会消失。那所以说，在今年的4月16日到5月1日这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欢迎大家来南溪、来梅岭来看萤火虫，来吃梅子鸡，还有购买相关的喝梅酒或是购买相关的梅子的产品，其实都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。梅子很好吃，而且过去台湾的梅外销到国外的业绩也都很好。那但是我们希望说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也希望大家这是一个健康的食品，希望大家多多的食用。市长表示，台南南西梅岭的赏萤季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17档，而且今年的雨量充足，萤火虫的富裕应该袂歹。现场并将宣导赏萤的4步要点，包括卖去压力、卖喧哗、卖直接照射，加卖破坏生态等。相关的活动，民众会用上台南南西梅岭赏萤季的 FB 粉丝专页来查询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那我们是一起。